呢度係惠福東路嚇，惠福東路嘅夜市啦，人山人海㗎嚇，非常之旺。咁今日仲要唔係星期日喎，今日先係星期四喎。而家9點幾咯喎。咁個馬路個步行街嚇，個非常之旺嘅，非常之旺。而家淨係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保護單位下邊嘅成珠樓小鳳餅啊，芝麻糊世家，龍門花甲，我想吃甜品。煲靚，粵海樓。